那我这样，那个路后边就是那个，这可以去介绍来路上
这样擦奖？我没着急，我没着急，是来了许多漂亮的小姐来找人去逛噻。许多漂亮的小姐来找人去逛噻，定是那些姐妹。是众人前来吃饭的，那些飞浪马色的姐妹们都在到处请他。师娘啊，师娘啊，哎呀，小姐，哎呦，家娘。许香，原来是你们啊！小姐们一个个打扮的似花似鸟，哎呦，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呀？不是你的梦，是雪花泪暖暖的泪曲风。师娘妈妈，而且长期在这些房内，再也没有见我们写信纸了。我们那里呀，水气呢都快过门了，都快过门了。师娘妈妈，他与金水子，便与吕瘸子，没有了他的信纸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我们可怎么办啊？与我们无关。与我们无关。哼，今日神呀，走上门来了，走上门来了。哎呀，你们这叫说的什么话？哎，那吕七官人也不是刚来东京世界，把俺俘虏1000过去，请求这一小的贵公子，我们可无心肠报啊！哎，你们讲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父亲，吕七是一位天子的大才子，我们大家的宝，我们大家的宝。多少年了，我们一起供着他，养着他，谁不管传媒？谁不管传媒？今世是请他出来，请他出来，不管大家，他还在谁梦中里？谁梦中？好，那我们绝对老了，姐妹们，我们把他带出来，哎呀，带出来，带出来，带出来！哎呀，不可啊！哎呀，不可啊！刘七来了。先生，那个是空的吗？啊，那个是空位吗？空的。对，空着我你是2号是1号？我是8号的，要不我的这个8号。你搁那你要搁那边过行吗？你过一过，你搁那边，你又不是，人家不知道照相，人家又不叫录像，你弄叫我过去，你这你又不是这个号，你搁那边过，人家不过来要你来怎么着？是个空位，那是我的一个坐一下以后，你拿一拿，我再过去以后，你在这占个地方了，你不让人过就行了。我又不是干不从那么地方站，我干不从这地方站，你这不懂道理呢。这个空位我过去，我的票以后你不叫站的啊？是你的我大岁数以后不是你的地方吗？不是你的号吗？不是我的号，我这拿着票不是我的号。那个不叫录像，不叫录像，也不叫来了完了，也不叫电。我跟你来的晚。哦，你咋不能？你不要来了完了。看戏呢，哎，你没这尊重人一点演员好吧？
您爷爷生来的好名字啊！我愿生世间也是雷其名，灵爷官臣。不劳你到这中，自尊贵，世事足情常心醉。姐妹们，你在听。
儿女把眼前生永全家都希望你出人头地。
今是明日殿试，是穷灵也。教坊写见收政何求，事关越教，真神关切。日穷在此，请万岁御览。
燕树万雪山，户口内后花落去，时辰相识已归来。哎呀，家具送亲有人称，而要去接莲花，都是本朝他臣家中。哎，就算是孔明节财神的呀。玉，且让您谱上相识，民报刘三别。刘三别，朕承托起长水用，有人称，有人花满，送陈平生死并断掉为长调，本朝无称其余。这是其谢请人出国，本也须美，不中为勋也。发现此位选的是刘三变的霍冲天。霍冲天，放在眼帘的可是此去，真是眼帘多少了，不妨听听。遵旨。文人之气，虽是李煜，算告辞做冠军了。谢赞，此乃高妙，算设置于偏见，尚有不测之谁？本朝不以颜色菜，匡乃也此。参过琼里宴上场，不是今世清风。万岁圣才，万岁圣才啊！万岁齐家。当进士70名，按排名进殿，受万岁金殿亲事。现第59名，刘三变，上殿议事啊！立旨。
这刘三爷贵气甚哦，云生谢万岁。请得非天子之刘三爷。非曾明三爷死其妻，见证服从恩怨夫妇的生死。哦，此体父已3岁，冠绝天下。相争却只要太岁复宫门，以人文为催，自邦也。其孤得其灵气，生得风姿俊雅，也表神才哟。曾齐过，曾经一人争，愧对天也。哎，千古千了，请能才子之争，怕以倾向也。曾惶恐7万岁，曾因于世伯中也47分，望万岁赐才。后才之有啊，请风流之平生草，天性也。神八分明，忘了前征的场，率性也。怎奈天子其才也。不，三言子曾不就望下们二两用手，助他人愿也。怎看未必？何况凡希望二两用手，先不成。真心年年团一人，鸳鸯秀被翻红浪，主办春事命居呀。万岁！从今世成功郎，女本身长要身郎，今生要见孟教会，世事有常也更长。从今才与手不同，有自古军事之才，有士之却锋之才。本朝无本立陶，不图虚门分也。刘庆，你多此中皆与神，须非自我共量。当自美玉错入台，千古恰从今须长。真权力从此怕以为倾向，八分明啊！万岁！换了千真与悲万岁！万岁！且去花前月下点子吧。万岁齐家！万岁！万岁！我看你呀，倒是风骚不误，气概明，女孩子喜欢，皇帝不欣赏。万岁！不是我夸我吗？你呀，要
了吧，我愚了吧，我是风世天赐刘三弟。七公子他呀，是皇上明榜出了，他去侍奉红子弟子于山里，若可帮得开，这相好一度，且的风流债也多了。姑姑呀，他对中央姐姐再好，他写进中央姐的字里上，宽身所依，在世种种，天上人间，必与两心同。去说千好万好，终局也得走，终局也得走啊！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七公子他们快到了，快把酒局安排好。是。
曾清晰尊敬曾经教育美，从今儿我堂许的长相。苦
宋娘，你们，我们姐妹相送，我们姐妹相送，多谢。好继续。
郎年无惧，帐中语言多，老夫多听一声长意。还是楚楚，你说我有谁你？他说夫人要当破出太子了，他是远不去了。唉，朝廷滚得紧，滚起是与豫剧献国不得事情。朝廷重臣尚且畏惧，何况吾辈？夫人，他知道我心有余，但不足以。是啊，在张美坊写的
见君随他人。奉旨天子吕三变。皇上不经意的一句话，你倒谁有不穷啊？大人，君不戏言啊！言之有理，吕先生，请走。谢手。吕先生，来杭州有几日？影响之后啊？大人，已盼望多年，杭州上见天道，君臣自己功德深不动乱，小生观看良多，因此御梦而访，才与赵梅芳自走。我们夸奖不胜难也。先生，我不得留下一字，是杭州千秋不朽啊！后才也不得欲所名人。官臣，此次不才，先撤了。吕先生，请。是。
些身上，吕先生，三军会子必成事，这里的红花我是。他人刚
挑起放黑场，正行最太岁孙灭。孙灭，大人，这个孙灭不就是前任太岁吗？这个孙灭副将之身，这前期用高粱与赵妹方式铺路正马，对不起前任太岁副将孙灭与他兄弟无关。哎呦噻！你这儿反儿，大人，我，难道大人不是孙灭？大人这是生灭，算此灭，不是彼灭。此灭双眼君君女神，彼灭双眼泪娃娃，他退休了。刘庆，去顺眠吧。刘七公是为你送的，这是一时不妥他团根飘蓬，
累了，快去吧。总总，妈妈，我定一定身再去。总总，做我们这一行啊。结婚的是莫须记，荣华名为绿纱衣，莫在一旁绿丝丝，延绵门前冷落无生机。不好事情。
心老不见。
秋水愿我年几缕影，他眼角眉梢金玉圆，我草黑长街情不明，此事无语空相对。我谈得破地为欢，生笑容相对伴，温馨从娘，我这次回来是为应试，我已给你留用，想身上的我今世所病，不为这领袖出路吗？意思你天苦力尽，官人怎为一定金榜题名？谢从娘进言，难道官人不想给我留几句话吗？从娘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故事什么故事？一个八仙的故事。八仙的故事有趣吗？有趣的。好，你讲我听。你讲吧。从娘。有一天，红
没遇过，相中过，脑壳些见解，考了过，问了过，是此这般，实在铁不可。我家老爷呀，是从20年前给了命，上了榜，还怕不走，做了多的事退我。官爷遇到王爷，做了月令，关山，官爷关山，不同不同，分给进京城，好歹做京官。才知，又是因为写字做皇上圣诞，不小心判了位，拖着不判。后来圣上连查你了，年去，进了不等1月外了。况且小从落品，越过命没啥脚，命外取经，从此花间旅下，不过引起祖居牵绊。自己他老了，也并体传生了，也与从家处常来照看，风烛残年，也了苦为极了。微笑笑，沐浴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些不好，你这次也可笑了。聪明，我来。官臣。 放在我隐隐
愿体检有人在很长把手过这4月此余生这场，老奴跟着哼了几句。老爷，凡于今岁此，别唱吕用词哦。这身不胜过罪，是我羁旅之事在长江边手中，也活20多年了。神色流失利索，我看这些八生官者就很有唐人气象，可谓亲近见到，国运居高啊！官人的事，所能编织玉兰花色，也能登大英之大。外面在下雨，我看看这秋雨景色，秋雨凉气冲，官人要当心鼻涕呀是啊！多谢你们细心照应，你们也累了，快歇歇去吧，去吧。雨停了，弯曲天，一扫微雨，扫天雪，绝小树金不玲珑，色彩艳，望苍空，碧云观看，夕阳下传飞彩花色彩，真玄玄。老爷，叫唤是杨大人好。杨大人，好久为人教，今日何事造幕？吕大人，杨大人，吕大人，聚会了啊！我就凭未能向你亲手携手去。大人何时造访？刘大人啊，现在乱结新鲜，天下人民自且早也，圣上大喜，明天下谁人因此，我是到来报喜的呀。杨大人，难道你忘了刘墉也因此到此？可记得一句秋季假期，劳人心肠，打在了身上。这是大人隐私，可是圣上亲见的呀。鄙人不才，每次都是龙颜不悦，心诚切切哟。圣上这次钦点，足见今上匡惠神事，谢谢爱谁这是这次刘门不过，况且秋平气血炎炎，但恐不能奉旨填词了。难道你临时至此，不要预估这太平盛世？内有情侣缘遇，何为盛世？万
大人，请回吧。杨大人，刘大人，哎，是此告辞了，是否愿送？
早旦长居莫寻欢，今生狂梦欲怪绿，红儿寂寞几流连，赢得了陛下亲儿色林茶，亲儿可以明王权，才知晓无权名利长期盼。
啊！